慈心收集，可以有意調整坐姿，返到一個舒服、大覺醒嘅姿勢，亦都可以有意留心一下依家身體嘅感覺，特別係依家坐喺度，身體被承托、支持嘅地方，可能係腳踏地，或者係大髀、臀部，甚或乎背脊被承托、支持嘅部分，有意留心坐姿，讓心回到當下，亦都可以隨住呼氣，讓心甚或乎身體放下不必要嘅緊張。如果喜歡，亦都可以有意加深少少個呼吸，放慢呼吸，容讓呼吸揾到佢自己自然嘅節奏。讓注意力放到去心嘅位置，喜歡嘅亦都可以將一隻手或者雙手放喺心嗰度。預備好嘅時候，可以喺心中升起一個喜歡嘅人，仍然在世嘅一個人，可能係知己好友、家人，曾經幫助過自己嘅師長、前輩，一個諗起佢就會會心微笑嘅一個人，而亦都有機會可能係自己嘅小朋友，或者係寵物。可以容忍一個微笑喺心中升起，其中一個方法係亦都讓自己嘅面容帶住一個微笑，亦都留心一下當咁樣做嘅時候，身體嘅感覺，唔需要揾啲咩特別嘅感覺，純粹知道就可以啦。同時都可以輕輕問下自己，可唔可以為佢送上一啲祝福？可能係自己覺得合適嘅話語，或者係符合自己宗教嘅祝福字句，亦都可能係以下嘅呢一啲祝福說話。希望你快樂，希望你健康，希望你遠離痛苦，希望你平安。喺送祝福嘅同時，亦都留心身心嘅反應，可能係升起嘅情緒、身體嘅感覺、念頭，
留心到呢啲經驗，亦都提醒自己，容讓呢啲經驗自然存在、呈現，只係一一覺察。希望你快樂，希望你健康，希望你遠離痛苦，希望你平安。覺得合適，可以容讓呢一個喜歡嘅人，或者係動物，放到去心嘅一旁，讓注意力放到去自己身上。可唔可以亦都為自己送上一份祝福善意？可以係覺得合適嘅話語，或者以下呢啲祝福嘅說話：希望我快樂，希望我健康，希望我可以遠離痛苦，希望我平安。同時留心一下，當一片一片嘅祝福送到去畀自己嘅時候，身心嘅感受。無論當下呈現任何嘅經驗，都以開放、容讓嘅心去面向佢。希望我快樂，希望我健康，希望我可以遠離痛苦，希望我平安。覺得合適，可以讓注意力再一次返到去呼吸，或者係身體上邊。然後用自己覺得合適嘅方法結束呢一個收集。